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3，诗篇59篇17节安尼讲：上帝，我的快乐啊，我要唱歌称赞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堡垒，是永远疼我的上帝。三个来祈祷，永远疼阮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大有权能的创造主上帝，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是你所建立。主啊，你是满有怜悯甲疼痛的慈爱天父，公平甲义理是你的宝座的地基，慈爱甲诚实行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这个天要学落你的奇事，地上的万物要称颂你的作为。主啊，当苦境临到，患难瓦困的时，主啊，愿要专心来倚靠你，因为你是阮的快乐。愿要唱歌称赞你，因为你是阮的堡垒，是永远疼阮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